咱原来看韩国的消息，已经去访问一个南韩前总统尹锡悦，昨昏因为牵涉内乱刑事罪，头一届出庭。伊强调讲，伊并无下令掠政界人士，敢若几啊点钟的戒严，根本就无法度造成内乱。不过，伊若是去用判刑，可能就要面对无期徒刑，甚至是死刑。 在有尹锡悦车队早起到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，这是尹锡悦从大学落台了后头一摆为去年12月初3下令戒严，涉嫌叛乱的刑事诉讼出庭。伊当着为家己辩护，认为戒严才继续几点钟，搁伫国会要求之下，随意非暴力呼啸解除，那安尼就将伊以叛乱罪起诉，违反法律原则。另外，伊也宣布否认有关伊下令逮捕政党的指控，抓落包括首都防卫司令部第一警备团长刘成汉。 特殊战司令部第一特战营营长金兴基等人，拢会出庭作证。不过，听尹锡悦的民众又会相信伊的清白。拜五伊搬出总统官舍时，都有民众伫现场等候，大声喊尹锡悦的名。尹锡悦是带着笑容行出官舍外口，甲民众以爱手相揽道别，一位少年支持者甚至是目屎流规面。 拜六，更加有大批民众透雨来到公化门前示威，要求尹锡悦恢复总统职权。 그런 일들이 일어나는 거고요. 다시 복귀되어서 대통령 간제로 돌아가기를 바랍니다. 세우고 만약에 윤석열 대통령이 다시 세워지지 않더라도 윤석열 대통령의 의지가 담긴 尹锡悦后一摆开庭日定伫21，那内乱罪成立，伊法相当可能判死刑，还是终身监禁。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。